弟姊妹平安，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有一个日子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，伊使咱几个礼拜拢真正好，主耶稣真好，摕着咱的烦恼，互咱逐日笑，咱的耶稣对咱真正好，真正好，来信耶稣真正好。
神的奇妙作为。或许是需要一段长长的时间，我们才会知道，原来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，都有神的祝福。让我们用信心来面对每一次的试炼，也用信心来承接这丰盛的恩典，更用信心来领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光明的云上太阳，主已经为你我预备。云上太阳。